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日建議女士們食一種嘅水果，因為可以預防心臟病噶。呢個係英國嘅研究，根據佢哋嘅研究內容佢話女性只要每個星期食3份或者以上嘅呢啲莓果類就可以降低心臟病嘅風險啦。因為酸酸甜甜呢啲草莓藍莓係好適合女性嘅胃口嘅。而根據英國嘅東英格蘭大學嘅研究佢哋發現女性如果中意食草莓、藍莓呢啲嘅莓果類可以降低心臟病嘅罹患率。佢哋將個研究結果係擺咗喺美國嘅心臟醫學學會裏邊嘅循環期刊嗰度。研究內容係包括咗93,000多位，大約係25至42歲嘅女護士，係主要嘅研究對象。進行嘅時間好長㗎噃，超過18年㗎。進行佢哋嘅健康監製。佢其中就包括嘅飲食嘅調查啦。研究之中有400多位係受試者有心臟病發，所以研究者就分析啦，佢哋每周至少食3次莓果類嘅婦女比起每個月只食1次或者1次都唔食嘅婦女遭遇心臟病風險嘅大幅度降咗32%。研究人員就表示啦，即使你婦女每周都食豐富嘅蔬果飲食都好啦，但係如果你缺少咗呢個莓果類心臟病嘅風險亦會比較高嘅噃。所以研究人員就分析啦，草莓藍莓黑莓覆盆子呢啲莓果類嘅水果佢有豐富嘅花青素呢啲天然嘅黃酮類化合物，而呢類嘅化合物係有助抗氧化同埋保護心血管嘅。所以提醒民眾日常嘅飲食食多啲呢啲嘅莓果類不過都係建議要多樣化，咁樣各類顏色嘅蔬果都攝取係更加健康嘅。咁呢啲莓果類又咁好食，既然能夠降心臟病32%咁好嘅話，點解唔食多啲呢？多謝大家收聽。